到今这个防疫有漏碰，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12月初时开始暂停引进到印尼的移工来台湾2礼拜，同时会来评估到印尼当地疫情，看到时阵是毋是要甲印尼移工每礼拜入境的人数减一半。因为台湾家庭需要看护照顾的需求甲密度真悬，若是暂停，或者是减少人力的输入，将会影响到1000外的家庭。照顾团体是呼吁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，看要安怎来解决。不管是拍卡车片，或者是家饲食的，对防需要照顾的老大人来讲，家庭看护真重要。伫台湾像安尼做使用人的印尼籍劳工，差不多超194000人，占社会移工的76%。只是因为疫情未当来台湾，影响1000外的家庭。印尼籍移工占我们的外籍看护工大概占7-8成左右，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其实是蛮大的。希望可以延长针对这样的家庭。延长更多喘息服务的时间。除了前等休喘服务的时间，麦当互在职照顾者安排假期，针对人无够训练人力，长期照护唔若需要人力，产业嘛真注重移工这块。这个数量看起来大概会影响短期的这2个礼拜300-400个会到产业界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去给各个工会，如果有什么样的需要，那我们来跟劳动部来协助。我们可能会就是媒合国内的这些照护人员来协助我们的雇主。第二个也必要的话，我们就延长这个移工的一个在台年限。另外也会来请卫福部这边的长照资源来配合应应。即马劳动部已经开始针对伫咧台湾的移工签长做工课年限，若是疫情无法度收煞，明年期满会当继续向指挥中心申请签长时间来台湾服务。